盘哦。因为它正版的底盘好像不是这样啊。正版的底盘是，我是这一颗正版的底盘，所以我就用雄狮。就用旋风。你先用钢铁底盘，A3一起用，这样子。钢铁底盘不这样用了。我来了啦！一起用啦。对啊。哪有谁先用？一起用啊，人家都买一起用，哪有谁先用？3、2、1，可以用了啦，快点。2颗背的。那个是我的呢。我给你玩一个很好玩的东西，就那个。